大家好，我係6A 班嘅彭日嫣。我今日要介紹嘅呢本書係《全集中代無人島絕境逃生》。呢本書咧係主要講述三個主角阿玲、阿綠同埋狀態，佢哋三個為咗探究一個未解之謎咧，上到一個無人島上面。呢個無人島咧有個特別之處，佢咧就係如果你想親密探究嘅話，你需要同15隻猛獸進行生死搏鬥。而呢個生死搏鬥其實淨係答啱呢幾隻猛獸嘅問題，然後如果答錯嘅話，可能會成為嗰隻猛獸嘅食物。之後我覺得呢本書係好有趣嘅，因為呢本書咧係可以一路睇書一路推理。嗰啲問題又包括數學啦、空間邏輯啦、之後社會啦之類嗰啲問題，所以我覺得呢本書好有趣。如果呢本書有10分滿分嘅話，我會俾佢9分。多謝大家。